三回合啦，記得啦，講真真咧我哋如果你學校嘅先嗰個答案係咁啦，記得如果你學校嘅就三個落嚟個答案都係。咁我哋準備好可以開始啦。咁啊，第一題，邊一個警察局負責香港嘅內部保安和亂放中？保安局。答對。第一題，邊一個機構有權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？交俾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。答對。第一題，香港國安法共有多少條條文？交俾60條。答對。第一題，資訊題。為主動對接國家10年規劃，香港政府將制定第幾份香港5年計劃？黃建常。答案係第一份。下一題，行政會議是每隔多久進行一次年加名？1星期。答對。下一題，資訊題，長洲太平清醮用嚟祭祀神明或孤魂野鬼嘅紅包叫什麼？亂放中。漏考。答對。下一題，2026年4月3日開始，根據新嘅長者乘車優惠，在新例8年交稅漲價令。2月。答對。下一題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是在每年嘅哪月加名？9月3日。答對。下一題，依據香港國安法規定，各機構擁有對香港國安法嘅解釋權。加名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。答對。下一題，國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主權主要係依據邊個人加名？全國。答對。下一題，資訊題。今年4月1日起，本港的士司機必須最少提供亂放中2座。答對。下一題，煙草變銷時直接釋放出嘅煙味加名？自由煙。答對。下一題，香港國安法自由行動機關通過制定加名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。答對。下一題，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市民決定可投票嘅年齡是多少？加名？80。答對。下一題，資訊題，排水機械人吸水是來自內地哪年？加名？天產。答對。下一題，資訊題，今年3月舉行嘅全國人大會議是第幾屆第幾次？亂放中。第14屆第4次。答對。下一題，資訊題，昔日嘅長洲平安包上大家有什麼字？亂放中。有一個錯誤。下一題，一載人飛船受太空水平撞擊受損，幾多名？21個。答對。下一題，一個人如果只能見到一兩杯光時間嘅25分半。答對。下一題，香港政府嘅特首政策組直接向立法會加名？答對。下一題，資訊題，根據中共中央嘅一項戰略政策，要在哪一年建成健康中國？亂放中。2030年。答錯係因為2035年嘅。下一題，資訊題，排水機械人吸水採用什麼設計，令它能夠複雜嘅地形而起平地？亂放中。答對。第一題，香港國安法規定，對涉及國家安全嘅案件，法律官員可以指定加名？行政長官。答對。第一題，東鐵線落馬洲站和上水站之間將已經物新站加名？古洞站。答對。下一題，不卑不亢這個城市是用來形容加名？天順地和不足。答對。下一題，資訊題，惠州花崗岩高架橋在通車後獲得了什麼嘅稱號？夠鐘，答案係世界第一公園。下一題，故意喺公眾地方例如公園外面拋垃圾，可能觸犯法律加名？公眾廉政及防止妨礙法例。應該係防止妨礙。我應該係防止規例。下一題，以一人權宣言嘅條例嘅內容與基本法有咩加名？基本法。答對。下一題，僱主知道僱員需要照顧年邁父母而加名？家庭崗位歧視條例。
答對。下一題資訊題，一句衞生署嘅意見調查顯示，本港有幾嘅成年人喺當中51%，呢個50%係真係超長嘅。下一題，香港首座嘅焚燒發現咗唯一男女。好，時間夠啦。